称的柳川花园，有一间日本时代留下的木造厝，就是台湾加菜画之父林之助的故居。1972年的中日断交嘛，胶彩画就被省长没有预期的就给它取消。那林老师他就想到以素材的观点来给胶彩画证明所以在1981年省长的国画部就取消，把它改为水墨画部跟胶彩画部。那对胶彩画的一个贡献非常大，所以林老师被称为台湾胶彩画之父。不管时代安怎变化，林之助坚持用画笔记录台湾的水。